继续来看这个新北市芦洲一间护理之家的门口，有一个负责人塞车载一个失智的老太太，落车时阵是非常的粗鲁，唔拿来骂歹听话，甚至甲老太太扇嘴皮。热心有正义感的民众看到，甲这个过程翕落来。本地掠准是护理之家的工作人员虐待着老太太，尾仔才知影，迄个负责人是老太太的查囝，唔是员工。啊，护理之家是来解说讲，这个老太太的家姊查囝可能是一时伤过紧张，甲拍面来提醒。也毋过社会局讲，这负责人的行为已经构成对老人不当的对待，会派社工确认到状况，保护老太太的安全。负责人为护家所做，将老伙仔抱落来，可能是无够力。老伙仔人亲像是用弹的红弹上轮椅，后一秒负责人甲老伙仔扇一个嘴皮。负责人一直咧叫垃圾杯，老伙仔人根本无在调反抗，敢来当点点啊承受暴力的对待，委屈甲用手咧切目屎。热心的民众将影片翕落来，搁互负责人见。案发的地点就伫新北市芦洲护理之家门口口。洪掠准是护理之家工作人员，咧甲老伙仔人口刀。这个病人大概住了好几年了，两个哥哥都没有在关心。那姐姐出钱，妹妹出力，50年都这个女儿在照顾。她滑下去，来自己咬舌头，她女儿就很紧张，因为她一个人而已。她不是打啦，她这样叫她不要咬。卫生局昨下晡接到通报，水启动无预警的现场勘查，确定护理之家无交通接送机制，影片内底车辆嘛毋是机构的车，遂进行老伙仔人保护的通报。交通中心针对老伙仔人保护的案件有初步调查。目前长辈是没有生命安全的疑虑，后续的照顾负荷的部分跟照顾知能提升的部分，我们会再协助家属这边来进行提升。热心的民众看袂落，将施暴的过程拢总录影。负责人的行为，互交通中心认定对老伙仔人不当对待。社工除了要确认老伙仔人过去的照顾状况，卖继续家庭访问，确保社会的安全网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